这首嘛，大家都熟悉的，也是一首咱厝咱感动的歌吼。咱斗阵来第1集到第9、第3集。感谢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大家先从手机啊、手机、备办心进入今日礼拜，请走啦。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摇花，今仔日我的内面呢，也着学了伊的性命。你着学了摇花，毋通记日伊一切的恩惠。咱来吟圣诗，圣诗56首，圣诗56首，后壁来个上着，请肯定起立来吟。Glory to
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第27篇，就是诗篇的130篇。启用文的27篇，选着咱同齐来启用。耶和华，我伫亲热求叫你。主耶和华，你若救扛罪恶，是水徛会牢。我天后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天后。我的心神天后主，比手边的人天后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慕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慈悲怜悯的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德甲疼痛，因为你的救赎，将你的独生囝救主耶稣赏赐世间，互竟然信伊的人无灭亡，颠倒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伫主日降临伫阮中间，阮正徛伫姊妹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献感恩的祭。用心灵真实来敬拜菩萨你，愿你欢喜接纳。我也要透过牧师的信息，明白你所爱阮行的，的确照安尼来行。阮只是要用谦卑、痛悔的心，求主来接纳。为着阮的过犯，为着阮贪恋俗世的名利，为着阮失去当初甲你立约的心，无定定温困来服侍。为着阮无听处伊亲像家己，互相论断攻击，这种种的罪，搁一摆将你定死一个。主啊，阮知你愿意互阮所有人得救，毋愿意一个人沉沦。主啊，求你来赦免，求你的保护亚卡，除去阮的见识，洗清阮一切的不义，搁一摆有满心正直的心，帮助阮注视伫你。用清气的心来服侍你，主，你的名称做奇妙的牧师，和平的领军。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求你赐落恩惠，求圣神的大权力临到这片土地，互掌权的人用谦卑、智慧，亲像耶稣的模样来治理国家，用仁爱甲公义。管理你地上的产业，荣耀你的圣罪。主，我也求你不断来提醒阮，伫生活中时时警醒，一切照你的旨意行，用好的行为影响这个世界，毋是互世界影响。使阮勇气行出去，当阮为着你的国度征战的时，因为有你所赐的盾牌保守看顾，阮不知惊吓。阮也要永远挖掘你圣神的力量，赢过世间的挑战。我要宣告，你伫阮的生命中掌权，直到永远。主，我也为着阮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祈祷，求主你的信心甲因同在，互因充满信心，得到医治。也恳求主，搁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予阮。
阮将一切挂入伫基督中来交托，求你透放，引带阮缀你来行。只是阮也要同齐用主祷文来祈祷。我的天父，我的良善，我的领导，我的记忆，我的主题，我的事业的伙伴，下面的我，请传下面的伙伴，我的传一起，有关的厉害，因我管理天天的工作，带来的进，阿门。即咱同齐来领受上帝话，咱来看圣经，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5节，迄就请大家来看，我来读。第1节，这个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侪侪人缀伊，想伊看见伊所行的异人的神迹。耶稣上山，甲伊的学生坐伫遐。赶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近啦。耶稣定目看见侪侪人就问伊，就甲回来讲，咱要对倒落买饼来互遮的人食。伊讲即个是咧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回来应伊讲，用2摆的银仔来买饼，也无够额，互因逐人得着淡薄。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而且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济人，有够打落。耶稣讲：恁甲遐个人坐地，迄所在坐坐草，人就拢坐，少爷约着5000。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济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个学生讲，捡所食剩的屑仔，免得有拍算，就将所食剩落的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圈。遐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就讲，即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耶稣知众人要来。爱伊掠伊，互伊做王，就要退去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圣经在看到遮，就是请圣歌队都来赞美，以标主耶稣。
所食讲道的时间，请本人牧师，伊礼拜是五饼离鱼的新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搁一遍来到上帝殿前，咱来敬拜俄罗主。透过即个礼拜的仪式，咱基督徒三角伫主日，咱为虾米讲主日？就礼拜日。咱知影犹太教内面，因为安息日是拜六，咱即个新教，讲新教，基督宗教内面真重要的一个，咱纪念耶稣第三天为死搁活，所以拄好伫7日头一日主耶稣搁活。咱7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日，礼拜天，所以咱伫即个特别纪念主日主搁活的日子，咱三角来写明主耶稣的听，伫咱的中间。即礼拜真遗憾啦吼。毋知说人传伫网络网络传播一个影片我看一个目屎直直一个查某囡仔咧等公车，知影即个消息？冷气几落10几落条，安摔当场死亡。我看一个，当然伊迄有马赛克，我毋知影点落看，哇！看一个目屎顶出来。世间有真侪代志，实在是咱无法度去想象，是毋是？咱下一点钟、下一秒钟要安怎？咱毋知影。当然，牧师伫遮分享即个故事，实在是迄个足心酸的啦。有时看到咱一个无注意，所以无论是咱在做工课，还是讲咱伫生活的内面。求主嘛保守，咱会当真正有一个迄个平安的心，稳定的心，稳定的态度。阮牧师因为我著过去看，伊看了嘛是目屎流目屎滴，伊讲伊即马坐公车拢会较惊吓，安尼为虾米伊会看顶悬？这就是咱人安怎无法度去掌握，无法度去把握迄个所谓的未来，所以有真侪心灵都开始安怎？开始丢丢，开始惊吓，开始咱讲咧问即个先呢，开始去算命，想讲我命会当算，透过即个算命先帮助我，互我会当知影讲我未来要安怎来做。真侪人，特别是咱东方毋是干咱台湾，东方有真侪，因为无清楚无知影即个文化是讲即个信仰，特别迄个信仰。所以感谢上帝，你我拢是被主上帝所呼召出来、拣选出来，成做伊的百姓。咱有即款的概念，咱当然伫主日，敢若即个礼拜日，咱三角主日，当然咱有，我知影兄弟姊妹有人参与伫即个团契，也是小组内面，咱就就头前遮个团契小组的即个聚会的即个消息，咱拢会当真清楚。若是干一礼拜来到教会，伫遮来做礼拜尔，咱伫日常的生活内面，佫会当有彼此真水，佫会激励。暑假到，所以侪的团契还是小组拢会外出，伫遐咧旅游，也是做阵一个团契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这真好，感谢主。牧师嘛佫一遍的吩咐，咱出入台湾嘛是爱认真滴滴，出发进前做祈祷，结束了嘛做一个感谢的祈祷。转来到教会也好，其他的所在，转去到厝内面，我相信这暑假的过程中间，心同欢喜，咱父母就欢乐，毋知影要安怎，这个寒暑假的这个时间，所以愿主来帮助咱，透过这个社会的这个代志，咱来思考反省，讲确实有影上帝保守帮助咱，无论是顺境逆境。我咧想，迄个即个汉氏的即个查某囡仔的家庭，即说因若是基督徒，要安怎来面对？当然，之前牧师有讲过，一个题目面对迄个苦难，咱会当思考来想，即属是伫我的家庭发生即个代志，上帝要安怎样安慰咱，
也是咱要安怎用安慰咱迄个熟悉，有死实的家庭也好，也是讲困难的、困苦的家庭也好。这是耶稣看到，其实耶稣伫咱看到的圣经内面，特别今仔日咱看到的即个福音书内面，四福音书内面，即个无底饼两尾鱼，即个神迹的故事，来得互咱会当对伫咱生活内面更较警醒。咱无使今仔日有较无共款的角度，咱做阵来看即个故事。要开始之前，我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来祈祷。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人面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有活命，你互阮知影，阮人活伫世间是有限的，因为阮有一日会去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信主的人有福气，因为阮知影要安怎用超越即个死亡，因为阮有嘛看见迄个永远活的道路。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超越迄个生命。超越迄个时间，超越迄个空间的主，阮相信你现出是语言有做安慰、扶持、帮助，来到阮的中间，安慰阮、扶持阮、帮助阮。感谢你的上帝，互阮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感谢你的上帝，互阮有一个勇壮的身躯，总是有愿阮的中间、肢体的中间，嘛有做身躯痛痛、心神软正软弱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来安慰阮，安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受伤的心灵、受伤的肉体，帮助阮会当搁一遍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阮、鼓励阮，互阮人生继续向头前来跑走，搁较有盼望，搁较有希望，将一切荣耀归于主，感恩奉主的圣名，阿门。无底饼两尾鱼的心情，我相信兄弟姊妹，咱若看到，知影讲，确实有影，这是一个心情，因为咱拢已经信主，那还未信主的兄弟姊妹，无得靠你，感觉讲哇，这真的是神话，确实有影是神话，那有可能有个饼2条鱼，可以让那个5000个人吃饱，咱先莫讲食饱，会当食到就真好啊，对不对？因为我确实毋知影现场一个人会当食偌济，无得甲真正一个人食无底饼两尾鱼，搁有剩对不对？搁有剩，所以咱先来看一个大概，咱先来看一个大概。我真，药标放在中间。咱看一角度我真喜爱一角度。这是一个画家伊就讲伊画无底饼两尾鱼，敢若咧饲鱼啊。这可能较无但是无要紧，咱知影这囡仔迄个无底饼两尾鱼主耶稣正唱体，倒手位这边大家团，看出来这鱼仔啦这手啦这饼这手，哇，这角度。我看了感受着迄个安慰，当咱的需要被满足的时阵，我相信迄个安慰就来。当咱的需要若无被满足的时阵，迄个忧愁、痛痛、痛苦嘛会来。所以，当然教会是同款信仰的兄弟姊妹组织做阵，但是毋是会当亲像？即个囡仔共款，因为咱拢有主，咱知影，即个囡仔无得较抑阁无完全了解，但是伊透过一个人，等一个人咧讲，伊透过即个人，因伫道理无得较咧摕饼起来、摕鱼起来过程中间，无得较即个人甲讲，即个耶稣的学生讲真侪话，嘛，互即个小朋友感动，伊愿意付出，成就所有。一个人也愿意付出成就所有，我相信这是咱信仰真重要。愿意付出成就所有，看起来敢若是一般的道理，但是若无有信仰伫内面，你的付出就是自私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互我真感动的一角度大家分享你若有需要甲牧师讲，牧师会传互你这角度。这个无底饼两尾鱼的故事。用大概迄个地点，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来看即个圣经今仔日所看记载，
我大概麻烦兄弟姊妹讲一下地理或者个关键这是在纪念五块饼两尾鱼的一个到礼拜堂的一个所在，伫以色列的所在，这是一个地砖涂骹，地砖，咱若有去以色列旅游，应该拢会去即间纪念的所在，即个纪念的所在，所以即个纪念的所在就伫加利利海边仔而且即个应该订伫遮啦，两尾鱼，这鱼仔较大尾。安尼记载，互咱知影者，互咱知影者。好，先来看即个地理，即个这是以色列大区域大个范围，大个范围，即个以色列是差不多伫个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即个图，歹势，我这图无够大伫个即个所在遮，以色列。即个加利利海边即个所在，无要紧，咱小可知影一个位置就好小可知影一个位置。有两个大沙漠，一个阿拉伯沙漠，一个是撒哈拉沙漠，伫即边，阿拉伯沙漠伫即边，撒哈拉沙漠伫即边，即个所在，咱以色列伫咧即个所在，互咱大概知影。边仔有几若个海，以色列附近有红海。地中海，黑海，即个以色列内面即个所在，咱讲跟伊测热图啦，即个乌伫即个所在，咱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就是伫咧即个所在，耶稣出世的迄个区域发生，发生，所以迄个遮几个海地中海红海、死海，加利利海，一遮个范围内面，加利利湖，所以今仔日经文有讲到的，我有好一张图，较大一点伫遮以色列伫遮，约旦伫遮，即个亚洲伫遮，伫即边，非洲伫即边，埃及伫即个所在，埃及伫即个所在，以色列伫边仔隔壁遮，欧洲伫即个所在。好，所以地理位置，互咱大概知影耶稣伊传福音的所在，同嘛是伊的故乡，伊生长的所在，所以伊耶稣真熟悉遐个所在。所以咱看到的，今仔日讲到的加利利海，佫叫做啥物？提比利海啦，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即个佫较详细放大一个就是遮，这条叫做约旦河，这条约旦河，然后落去就是啥物？死海，然后落去死海，死海讲盐分很高，你咧游泳的时阵，沉袂落去啦，捌去过以色列的兄弟姊妹就知影我看过相片，沉袂落去，死海里面看见，所以耶稣生长的所在，他生长的所在。即个今仔日看到的五块饼两尾鱼，有可能因为无有真正确的所在。圣经学者还佫咧研究，还佫咧争论，到底是伫咧伯赛大即个，还是加比隆的所在？还是伫即个提比利亚，即个地名是这样。所以整个即加利利海，其实是湖啦，其实是湖，伊是凹形，边仔拢较悬，边仔拢较悬，咱看伊的很剖面。咱讲这戈兰高地遮，这下加利利，所以加利利湖是伫即个山的山谷遮伫对。所以这个两空气为迄门山2814，的关度，冷空气倒来了后，马上瞬间就变较温和。所以伊即个创治了，伊互即个湖内面的生物真多。真多，特别是鱼啊，咱知影，咱即摆知影，古时爱饲鱼啊，即摆也是无饲啊，以前捌饲，佫饲这足侪鱼啊，真爱饲鱼啊，这鱼了就看鱼啊，伫咧水内面咱游，真古水真好，约旦河就是过来落来遮过来遮就是死海，咱讲死海遮，所以也落差真大，这个加利利湖内面。物产真正丰富，真正丰富，
所以这是来过一点帮助咱来看边仔拢是较悬的所在，阿里里湖伫即个所在，即个约旦河就这拿出来意思，所以互咱来知影即个凹下去的盆地类似凹槽，安尼这是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提比利亚即个同早的名是伫咧旧约内面，旧约内面即个民数记34章11节有讲着，即个湖的名叫做基尼列湖，基尼列湖，伫即个民数记有记载，同早记载即个湖的名，所以知影加利利海就是以色列上大的淡水湖，淡水湖，所以伊整个以色列用水差不多拢是对即个加利利海伫遮来供应，所以生产鱼啊，每一天会当2000公吨，2000公吨，每一地放出来的鱼啊，安尼迄放差不多毋是干那一种，30几种，30几种，当然有人传说啦，讲即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海中间的鱼差不多有153种，有写过即个数字，153种，真特别，为什么呢？即种讲法是因为主最后互彼得望到鱼仔有153条，会记得知影啦知影即个故事，我来看这个问题，153个，所以湖内面每一种的鱼仔，意思就是即个彼得迄阵每一种的鱼仔拢望一条回来，所以伊带一条，拍伫咧主面前，伫遐忏悔。拄则有小可那个没有卖到关子同出名就是咱讲彼得鱼的彼得鱼，互咱看者，一尾就是彼得鱼。有亲像啥物无？一尾是芦荟，有可能近亲，钓鱼的近亲，这。彼得鱼甲乌龟鱼，咱台湾拢食乌龟鱼，伫以色列遐食彼得鱼，彼得鱼，互咱知影，这真贵事，咱台湾的即个乌龟鱼。所以伫耶稣的时代，咱知影加利利是交通真重要的所在，附近差不多有遮个9个城市，附近遮几哪个城市，几哪个城市，反正就是真侪个城市拢一定会会伫迄个经过即个加利利的所在，所以其实伊风景都水都足好看，足水风景，而且佫有啥提比利亚的温泉，即个所在有温泉，所以吸引真侪人来遮。就敢若亲像咱伫南口的所在共款，即摆吸引真侪人来南口度，听讲咱嘛有温泉，对不对？南口嘛有温泉，有本来社区有乌湖的温泉，所以真侪人住伫迄个所在，所以耶稣会伫即个所在，呼召伊的学生，呼召些人彼得，佫有安德烈两个兄弟，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伫遮嘛是拢耶稣伫遐来呼召，诚侪学生。所以咱知影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加利利即个沿岸的所在。湖底顶2尾鱼的神迹，咱今仔日看到的就是伫遮来行。所以要透过即个神迹，咱大概了解地理环境了后，咱来想象伫迄个环境下面会做啥。耶稣伫传福音的遮个过程中间，咱就看到真侪真感动人的小故事伫咧内面。希望咱无法度完全进入到即个故事的分析，无法度进入到迄个当时的场景。但是咱透过圣经的描写，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当中有写到即段故事。这是真特别的。即段故事带互你我有啥物款的学习？无咱咱就会当来体会经历。头一个人要介绍的就是耶稣的学生，
温度安热的特殊哦，啊，这当然是画图家画出来安热的哦，写到这边安尼哦，不是很帅啊，但是安怎，咱看伊个面，知影讲伊确实哦，经历迄个服侍的过程哦，所以当耶稣要温度为着众人准备食物的时阵，这个温度哇惨啊，毋知要安怎，对毋对？哦，啊，就是耶稣知影，因一定无法度来完成的，但是安怎？耶稣犹原要来安怎？信心顶悬讲啥？试验，就敢若像你我共款，耶稣常常伫咱的生活内面，会甲咱安怎？小试验者，就是试探哦，试验者。帮助咱会当伫服侍的顶悬搁较顶真利益。哦，所以透过即个温度毋知要安怎的时阵，哇，安德烈就是即位耶稣的学生，伫咧灵魂中间，到底是啥人找着啥人？是即个囡仔主动讲我有，还是安德烈去找着看着即个囡仔，啊，甲伊讲，其实圣经无记载，圣经无记载，但是咱会当真清楚知影。来到头前见耶稣的面的是安德烈甲即个细汉囡仔两个人，伫遮细汉囡仔手摕啥？无得领两尾鱼。啊，内容是啥？其实拢无有讲，哦，拢圣经无有记载，但是咱会当去想象去思考。哦，耶稣当然借着即个无得领两尾鱼，开始伫遐祝谢惊新者，互5000人食饱。咱知影哦。哦，即摆有一个叫做安德烈食物银行，有无？捌听过吼？安德烈食物银行，伊即个故事大概我想就是为即个所在来看着，哦，来有遮个迄个互因有即个启发，吼，互因启发。所以安德烈本身毋若是伊献身成做主的领导，伊搁较会当伫咧众人的中间，伫遐伊观察。伊看，无得假是安德烈看到即个囡仔，安德烈伫遐主动甲即个囡仔讲，阮拢有需要，是毋是？你将你的即个饼，分散互大家。一般细汉囡仔，咱若听到安尼的话会安怎？一般细汉囡仔，不要啦，对不对？哦，那又顶，那叫又顶。啊，这囡仔讲，啊，你这个东西给他吃好不好？不要啦，哦，差不多80%吧，咱妈讲100%，哦，可能这个囡仔无咧确实，上帝绝对入去伊手术伊有即款帮助人的 sense 智慧。拄啊好，安德烈嘛亲着即个囡仔，即个囡仔嘛愿意将伊所有的，分享，遮出银行费。所以即摆转来到即个安德烈伊的服侍。咱毋知安德烈伫咧日常的生活内面，伊的生活是安怎？但是安怎主要看重遮个学生温度，所以特别安怎吩咐即几位温度学生伫遐去敲找遮个物件。安德烈伫咧咱人群的中间，看到即个囡仔，把即个囡仔带到主的面前，互伊有机会来亲近主，搁较互伊有机会开始伫遐来准备事奉，甲主同工。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嘛需要有类似即款的基督徒，毋若是咱已经来到主本身主的面头前啊，咱嘛会当带领人来亲近主。所以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若是讲咱参与伫教会团体，也是参与伫小组或者咱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有即款的看见，学习安德烈的事头，这是头一点咱今仔日搁认真来看即段故事。后来，咱看到当然，咱看到即个囡仔的哭泣，即个囡仔的哭泣。今仔日耶稣互5000人食到饱，是对即个细汉囡仔伊奉献无得饼2尾鱼。咱知影照犹太人的惯习，因的习惯，当当时算人头拢是算啥？查甫。当当时拢是算查甫人，而且是啥？成年人啦，所以将妇女甲囡仔安怎，嘛安怎，无有做伙算，
但是咱大概算查甫的，就知影差不多有年人甲囡仔加起来是偌济人所以咱会当通知影，圣经顶原记载是5000人食饱，是毋是？有可能是double 10000人，10000人，最近有一个游行听讲毋是真侪人，但是大概嘛是有1万人咱会当去想象1万人的集会的游行是安怎样所以1万人真大真大，伫遐耶稣用即个无得了两杯其实是一个囡仔一餐的需要的分量，所以伫遮尔少的物件，伫咧遮尔侪人的中间，其实其实是这讲量一个都袂赴都无但是耶稣竟然用遮尔少的物件，行即个大神迹，互遮尔侪人食饱，所以可见耶稣无看重迄个人奉献济甲少。真重要就是看重的是咱的信心的奉献，是主所感觉。所以咱会当看到迄个寡妇的奉献，伫圣经顶悬的记载嘛是两个税钱，伫数目顶悬虽讲是少的，但是主学了即个寡妇，讲伊的奉献是安怎？是将伊所有的摕出来，信心所有的摕出来。前几工伫咧祈祷网内面，咱教会祈祷网内面就有人要分享，分享即个奉献。就讲到咱的奉献，正人的奉献，敢若是家己有剩剩了后才摕出来的奉献。但是即个寡妇的奉献是家己不足无够，但是伊却将伊的一切，即个咱讲生活拢总奉献。路加福音21章第4节。即个兄弟姊妹，无事毋是讲叫咱爱摕钱出来开始安尼无计划就安尼奉献，毋是，是爱咱爱透过咱的信仰的实践祈祷，因为咱知影，咱的天道伫倒位，咱就照上帝所赏赐互咱的，还给上帝，奉献归还。毋但是奉献归还，是你的心讲主感谢上帝。所以这是咱做阵来学习，透过即个囡仔小可的举动，搁一遍互咱来关心即件事。所以今仔日真侪基督徒的奉献，当然我拄则所讲，无一定是迄个同温数、同材料，或者是讲同好嘢，是安怎？是愿意付出一切为主而且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的服侍，甘心乐意的服侍，这是真重要。所以有人一世人服侍，我分享过嘛。以前我伫港教会即个做教育牧师的时阵，阮就有一个长老，伊有真少，伊本真诚，足有礼貌，伊就甲即个名单收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日，伊拢寄即个生日卡去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包括牧师我拢有收过。伊过身伊一世人安怎做即个服侍，超过40年。我真感动伊就是敢若大家兄弟姊妹拢收到，当然用教会的名义，伊家己搁用毛笔毛笔写。生日快乐，祝事平安。寄互每一个代志，伊一世人拢做一件代志。毋捌讲过，伊毋捌发过伊忝毋捌发过讲伊无爱做。搁有另外一位我们真怀念，嘛拢过身去。阮的一个主理的校长，伊做差不多要40年，要50年的主理个校长。人讲做到为少年做到老，毋就拢没什么新花样。毋是哦，这个校长互我真佩服的是啥？伊有真新的头脑，伊时常吸收真侪新的资讯，
所以伊定定，阮迄阵啊，我会记主日都有发行迄个主日学季刊，3季一摆，伊摕出来讲，即个老师拢写文章，老师伫即顶悬，拢会当伫遐来分享，季刊就安尼，逐班，的即个状况，报告互兄弟姊妹知影，嘛互牧师拢总知影，即个主日的后边，为少年的时阵，就专门做一件服侍的事工。即个兄弟姊妹，这当然是真侪无共款的见证，但是要讲的是啥？讲的是因奉献迄个心志。咱会当做阵来看，即个囡仔咧奉献迄个心志的过程，伊一定是清清彩彩。伊伫遐将伊所有的奉献。伊嘛毋知影后来会变成做啥物款，所以这是一个囡仔的心志。慢慢做阵来学习，感谢主咱即马牧师几礼拜会安尼分享有讲兄弟姊妹，有小可较早时间来到上帝的殿院，伫遐安静来敬拜主，准备来礼拜主。牧师真期待咱会当共款一个礼拜进前。即个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就来到上帝的殿院真安静。虽讲咱即马即个场所的关系，生活队必须爱搁电视锻炼，但是搁且真安静，伫遐来听生活队咧锻炼的过程，嘛是一款咧准备去办心。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一礼拜到礼拜长，当然咱会小可甲兄弟姊妹来写一个，但是咱迄个奉献的心志真重要。咱今仔日就是。来到上帝，做一遍中，清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奉献咱一切所有，甲上帝讲话。即个囡仔嘛是同款，关注来帮助咱。过来，咱来看，咱就会当看到，伫即个5块饼2尾鱼的过程中间，显现出主上帝、主耶稣的大快乐。主的大能，伊的饼接下来。其实伊就是咧有备咱的耶稣咧有备，甲遮个学生讲，甲遮个群众讲，就是我身躯为着恁拍坏，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再准备，再预备。有一个阿婆，伊受邀请参加礼拜，就来到礼拜。回去了后，有人问即个阿婆，伊讲牧师讲啥物？伊讲我今仔日听咧牧师教人做菜的。这厝边感觉讲，好奇怪，牧师哪会教人做菜呢？阿婆就讲，我今仔日听见牧师讲5个鼎煮2尾鱼，互真侪人食饱，听有无？5个鼎，毋是饼是饼5个鼎2尾鱼，互真侪人食饱。厝边头尾讲，安尼敢若亲像咧变魔术呢。因为阿婆重听啦伊将5块饼听做啥？5个鼎，2尾鱼无问题这所以讲，这是一个笑话。亲爱兄弟姊妹，但是这问题真简单。当你将耶稣当作是普通人的时阵，这个心者就无法度来成立。即使你若相信耶稣是你性命的救主，亲爱兄弟姊妹。即使你若相信耶稣是你性命的救主，是上帝的囝，那么就不是问题。咱通知影，上帝会当创造所有一切，立你整个宇宙，管理遮尔啊有特殊。敢讲将5块饼2尾鱼拼新者5000人，打包好1万人，伫遐来食饱，有什么问题？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定忽略上帝的管理，主的大规律。咱的信心是软正，迄个信心是主赏赐互咱，伊爱互咱伫遮有自由的意志，伫遐好好来运用，主所赏赐互咱的信心。但是有时啊，咱却无安尼来做，咱忽略迄个主的管理。我相信耶稣准备要擘饼的时阵。下骹抑阁有群众，一定当遐看，当遐留意，讲伊咧创啥？
靠可能。愿主来帮助咱，透过这段的故事，互咱来思考，咱是毋是真正相信主会多管理？过来，咱看日常生活主的表现，伊是有特殊的主，伊是有特殊的主，你看，做了遮精侪，来做，大家拢做了诚精侪。虽讲这是一种卡通的即个你看乌青人咧食物件的过程，其实有拄需要咱以前爱餐过。咱爱餐若无有排队，就安怎会乱啊？对毋对？也是讲咱有咧分即个礼品也好，分即个便当也好，咱伫教会内面的生活可能还好，但是安怎你若出去社会，咧排队要摕物件，遐物件有拄时啊会安怎混乱迄个场面，我相信咱拢捌经历过。所以伫遐争先恐后，其实无啥物款的代志，会当伫遐来圆满，反倒反倒转去，互遮个代志变搁较混乱。所以一开始你有发现，耶稣爱门徒，互人群安怎一排一排一排安怎有特殊就好，因为主是有特殊的主，因为主有智慧，用伊全能的智慧来掌握，互即个宇宙大小拢有特殊，拢有特殊。有特殊伫遐来运转，所以主嘛爱人安怎有即个特殊，即个华人咱定咧讲长幼有序嘛，其实嘛是拢真需要即个特殊，做代志安怎有头，爱有尾，这拢是啥？这拢是特殊，所以咱会当透过即个较无看见的小细节内面，看着主就是一个有特殊主，感谢主。在咱做阵主来学习，你的人生是毋是真正会当成做一个有特殊的人生？还是安怎？还是这做的佫放袂，这做的佫放，佫想着讲佫有啥物还袂做，佫有啥物还袂完成？哇，到最后天暗，规工的代志无一件代志完成。愿主怜悯帮助咱。最后这个故事，咱知影讲。主无落去，为什么咱有厨余桶？亲爱的姊妹，为什么咱会有厨余桶？所以愿主来帮助咱。主要说，虽讲有能力、有气力伫迄个过程行神迹，互遮尔济人食饱，但是主犹原爱众人将安怎幼水啊？捡起来，表示啥物？主教是咱袂当安怎伫遐来浪费。所以今仔日上帝所赏赐咱家己姊妹，每一位家己姊妹，咱领受6种无共款的才能恩赐。无论是时间、物质恩赐，咱拢袂当安怎？袂当浪费。对即个食物的所在，咱反省来看咱家己的恩赐，咱是毋是真正？会当好好来使用上帝互咱的恩赐，这是真重要。你有主遮的恩赐，你有领受的恩赐，你有关心人的恩赐，你有疼人的恩赐，你有感动的恩赐，你有解说圣经的恩赐。逐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无共款的恩赐，你是毋是像我踩伫迄个所在，我要领他？愿主来帮助咱，毋通浪费掉咱的恩赐，爱做一个。用心伫主所交托，做主的管家，为主来所使用。这是今仔日咱看到的即个故事，无得了两个字，慢慢会当透过遮个故事来帮助咱以前兄弟姊妹。但是我拄则袂记你 copy 迄个第1张图所以我必须用安尼。佫一个甲兄弟姊妹分享我真意外的一角度。咱拄则听到、看到的，咱知影，伊体会经验的。咱对安德烈的事奉，看到即个囡仔的奉献，回想主的大决定，知影主是一个有特殊的主，毋是清清菜菜、乱七八糟。咱的生命有拄时啊，就是安尼。
凊彩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无过去。咱浪费主互咱的温数，咱有真多无共款的材料，但是咱却浪费。愿主来帮助咱，透过即细汉囡仔，安德烈甲伊有真密切的分享。我咧甲你我就是迄个安德烈，耶稣互了安德烈，耶稣互了你我，去甲咱的社区敲出即个囡仔。我咧较毋是即个囡仔，哦，毋是囡仔，我咧较是大人，我咧较是啥？真年长的，因拢有即个机会来奉献一生，互主来使用，造就最的兄姊妹。愿主来帮助咱，透过即个故事重新搁一遍来思考甲主的关系。请大家按下来记得。感恩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透过五块饼两尾鱼，伊一般人看来，即个就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安尼。总是感谢你的上帝，你互五块饼两尾鱼的心者，对伫你的心上，而且来发芽果子结子。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随讲即个故事，阮定定咧听，定定咧看。有咧较阮只有为奉献即个角度咧看，却袂记哩，阮是受主你所拣选，受主你所拣调。原来好好来运用主你所赏赐的能力甲规律，赐予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有搁较高雅上帝的能力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活内面活得搁较认真理义，来应用上帝的名。感恩主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76首，圣诗276首，诗曲我欠着主，跟着请起立来。
请坐。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事现当当。请坐。这是报告的时间，报告在先请牧师来介绍今日头一摆来的新朋友。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互咱会当来今仔日一位新来咱的兄弟吴中和吴中和的弟兄咱拍鼓啊，大家欢迎。吴中和弟兄简单小可介绍一下伊是第一摆来甲咱会相干伊的厝内面的人拢住伫 LA 的所在，美国的所在，吴兄弟伊还未信主，但是伊的太太前一阵仔信主，所以但是伊太太就来讲，你来教会看卖嘛，伊就来啊，真正听太太的话真好，伊就来，要看教会到底是啥物款，到底是啥物在做什么当然咱知影教会是一个相关信仰的还是姊妹组织，伊用上帝听，彼此相听，嘛听世间人听厝边头尾人人有弟兄慢慢来接触了慢慢的来认识，慢慢的来认识，感谢主咱都这边拍鼓来欢迎你。各弟兄报告，不知道头一遍来到咱中间的同志咱等一下牧师甲做其他的补充，咱先来报告。我请大家来引开周报来看。东港事务的部分，请下手有关的东港来记，厝边人数甲方面，也请大家来看。我来报告本回消息的部分。第一点，今日中昼12点半有幼儿园的董事会，所以请有关的同工来地办先来参加。第二点，北中甲新竹中的青年部有举办的青年的一个营会，传说对决，时间是8月25到26，是拜5到拜6，地点伫中原大学。参加的对象是对国中到社青都会当参加，所以报名的时间到7月底，特别截止所以请会当厝内面有即个年龄区间的即个听这个，咱鼓励大家来报名。第三点，小会有定伫8月6号礼拜举行圣礼典，台语礼拜有幼儿式，华语礼拜有成人式礼，所以请关心大道。若是
有听这要洗礼，嘛请来牧师或者是干事来报名，要安排祈祷真理的课程。啊，特别报告是当天就是8月6号，当天有准备爱餐，因为这个爱餐是差不多3年5年无举行的，所以这个爱餐是伫8月6号的礼拜，迄天是嘛是有2场的礼拜，是连续的礼拜，是有台语甲华语2场，所以伫华语结束了后，中昼有准备爱餐，所以请各位兄弟必须爱家己自备餐具，这一定爱会记，当天有爱餐，爱自备餐具。第4点，请各单位来规划明年度2024年的事工的计划甲预算，请伫9月10号之前来提出，互财务部门，因为要编列明年度的全教会的预算，所以请大家有关的大家来支持。第5点，本会协会伫7月24到28有举办品格营，拢总有50位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所以请来关心来到。第6，本周拜四下晡2点到4点，伫私铁教室有即个全民乐游协会吴凤约老师来一锻炼来大家来动一动玩桌游，所以邀请有兴趣的大家当做伙来。拜四下晡2点到4点。下面是关怀大道的部分请继续来为着伫厝的疗养的带院的遮个兄弟来关怀大道，来继续来支持。红人的报告，请大家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的，嘛请来会计来更正。有啥要补充？我来补充一点就好就是基本咱来看第6点就是咱拜四，拜四，即就是过来即个礼拜四，拄啊好咱双年团结嘛有聚会，但是毋是下晡，咱双年团结聚会是早起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中昼咱拢会订餐点，伫遮用餐，用餐了后小可休困一下，下晡2点到4点有左右。本来即个2点到4点是拜六啦，拜六当日拜六因为即个吴凤约老师，即个老师是真出名一个桌游的老师，咱真无简单邀请伊来逐个礼拜来甲咱上即个桌游，即个互咱的时段会当透过即个桌游，头脑小叮当一下，骹手小可叮当一下，真适合我的妈妈去参加了后等于拢记得足清楚的，你倒位有欠2箍你倒位安怎？拢真清楚，佫会晓家己安尼佚佗，练习团的真好，真好，所以毋通讲咱的长辈其实是全龄啦，咱兄弟姊妹你若有兴趣，拢会当来，用时间甲调整拜四，为什么拜四？拄好好咱双年团结，所以鼓励咱双年团结兄弟姊妹会当留落来，认捌即个老师，咱嘛有邀请吴凤约老师要来做见证，伊会做伊的一个性命的见证，伊是一位牧师囝，做见证，所以咱就邀请兄弟姊妹每一个礼拜四，即摆是调整到每一个礼拜四下晡2点到4点，要伫个咱查经的教室迄个所在来上课，来桌游啦毋是上课是桌游，伫个遐做一寡活动，所以嘛鼓励即个双年团结兄弟姊妹，咱就拄啊好来聚会煞了后，食一个中昼。休一下，就开始2点到4点，2点钟的时间，互咱动动脑，动动身体。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加，第6点的所在。即个礼拜四，你若还未有到双年团结的即个聚会的年纪，我紧你若想要参加2点到4点来就会使。当然你若要来参加双年团结，嘛欢迎啦拢总来你透早一直到差不多4点，一天一定是真有活力。感谢上帝帮助咱，无论是时大时咱家己本身即个吴老师的桌游超过250种，超过250种，所以伫逐礼拜安尼甲咱教，伊佫有新的开发研发，所以毋通讲即个会当调整本来礼拜六10通的在上较可惜，调整到拜四下晡，
这咱的协会来办理的，来办理的，咱兄弟姊妹斗支持，咱做阵来参加。好，即个来报告。过来就是关怀大道的部分咱来看厝内面调养的遮个兄弟姊妹有即个陈总会的兄弟，伊今仔有来到咱的中间伊伫运动的时阵有一寡即个呼吸较不顺畅加在感谢主紧2星期来就转来到厝内面所以医生讲没有问题啦，这个 OK 所以嘛是甲写起哩咱为来祈祷，可能有人无捌即个陈总会弟兄，好无？方便无？好，摕起来，互咱拍鼓鼓励一下，伊的太太伊的太太，伊对高雄的所在来跟咱人口大而且来定居所以文主来祝福分享因。过来这位今天才弟兄伊是今仔日无来，伊伫厝内面爬楼梯落楼梯，因迄4层楼落楼梯转骨倒，边仔骨4支断去，足疼，边仔边仔即痛疼的所在，去甲看有较好有住院，即摆有较好感谢主，可能后礼拜就会来聚会，即摆伊厝内面伫口的厝遮在休困，其他阿真兄的妈妈张老娘已经出院大肠癌规刀已经出院杨玉珠姊妹嘛是继续最后一摆的治疗了就是恢复继续为着分享节分享传道来祈祷这个骑脚踏车无注意小可弄着受伤特别为祈祷这次长老今仔伫咱的中间林建志弟兄这华语礼拜姊妹的先生这几位啦无搁继续几个他俩这个兄弟姊妹这个名下这个金丁兄这个林李敏珠姊妹徐建平小朋友朱美宇弟兄曾文德老师这个咱特别为这个伊都有住院的，即摆在住院的，我都无要搁讲因的状况咱真厅长了明达兄姚伟新明兄黄本展兄弟的妈妈许秀英、林长青咱干厝的爸爸跟马来金兄弟一起，马来金弟兄带痛苦，即摆带2个月啦。医生讲爱搁带2个月因为伊败血症所以迄个细菌一直往外走一直治疗感谢主伊对即个死亡中上帝甲救起来所以咱特别为遮个注意的祈祷。以上安尼来报告。感谢牧师的补充。咱来看本周的经句，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2节，请咱大家来同齐来读2遍。这是请咱来上元的诗，上元513首。因时煞请牧师替咱来祝祷，请去。
哦。